算很久了。那个时候啊，也做当机啦。慈惠堂的当机有3种，一种跳档，一种是胡头笔啊，一种是坐禅。因为或许人娇小就业绩，所以坐禅啦。要跳档嘛跳袂起来，一条仔囝胡头笔的胡法哩他那个是2个人，1个人胡一边。然后写字啊，跟我们那个三才一样，三才是一写。后天庙那个胡头笔的是2个人，1个人那个头笔能按照分做相济，一人胡一边啦。写字跟咱三才咧写字同款，同款有1个人咧看。那个是呢，一样这个瑶池金母为当机啦。因为或许是坐禅。坐禅，一般人来借的那个神明都比较高，佛跟菩萨。你像那个跳档大部分都是神将，拢是那个神的部下。然后胡德病都是一些比较是以7天神仙来说话，所以那个慈惠堂到现在可能也一样。你假如说身体不好，你到个慈惠堂的顶，它庙前面都有一个空间也蛮大的。你只要这个烧3支香，去跟里面神明说，我身体不好，请信任我的身体，然后你香给提供了擦了。然后你就徛在庙顶，然后双手合十啊，不要有意念，然后等一下没多久，就有那个神仙护你的身啊，是动，在训练你的身体呀，然后从你的动作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位神将。假如说是齐天大圣就有齐天大圣的动作。假如说是观世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动作，看什么样的动作就知道哪一个神明，很有意思啦。我们最喜欢是看观世音菩萨在揽香架，那个真的很好看。然后看到那个神明他在训练我们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跺脚，就是他已经这快要这个伏在地上，那个脚着地啊，身体也快要倒地了，可是没有倒，他就还在那个样子你再怎么弄怎么夹不来。你哪要去像那个样子的姿势，你要一站，马上地一定倒去。无法度互你徛咧，伊敢若骹骨伫个涂骹，剩个身躯拢还阁离地，但是一块啊尔，离地一块啊，互你徛，互你徛咧，还阁徛久，训练你的身体啊。我们最怕是困到被那个齐天大圣训练身体，齐天大圣的动作。男生的话还可以女生的话就不雅，知道吗？那个齐天大圣的动作，所以那个慈惠堂里面那个女居士就是也一样穿青衣的，就看到那个谢天大圣来咧训练坤道的身躯一定拢踮边咧讲。因为他的动作不一样，要赶快把掩护啦，改安尼看较好看，卖安尼不一样的呈现啦。所以我们在那个后天庙，因为时间久，那只要你有心想训练身体，你就可以去自己训练。只要你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一段时间你整个体质都改变了。
所以啊，或许就讲说哦，真正的后天哦那个寺庙，你做的正的哦，也都真的帮助人啊。老师说你要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后天哦庙没办法，这个呢哦或许就一直啊要哦这个最上乘佛法，所以啊就跑遍全省，跑遍全省找了以后啊又回到台北去了，为什么找不到？没有找不到，哦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啊，后学妹妹就这个要带后学去求道。那因为在后天寺庙久了，知道说你要受记啊，要求道，要经过那个在后学那个时候啊，是知道说经过7代的大法师啊，就是你在讲经说法给众生听。已经经过7代，那个3000功800果，功果已经修到圆满，所以上天才会派人来受记，那个受记就成道。那后学妹妹要带后学求道，因为后学就很内心呐、很不相信，呀好没有那么好了。这样就都没有什么根基缘分了，就可以求道闹家伙。可是啊，自己的妹妹嘛伊讲你我骗嘛是家己的亲人对不？讲好啦，互你骗，就跟着他去求道了。他或许是看这一些讲课的讲师啦。听人说啊，无遐清水啊，佫讲啊不来，所以被那个讲师感动了，所以才说，我也要来研究，看他们是在讲什么内容，所以那个时候啊，北部啊都没有开法会的地方，那个朝代。民国60几年的时候，北部啊都没有大的场所可以开法会，所以都带到南部来。那或者很喜欢带班，就是带道亲啊来开法会啊。他开法会我们早上啊先就讲，我们献供的时间啊，最好的时间早上10点多。我们中午啊要献供，时间最好啊就早上10点多。他就跟大家讲，你看我们开法会那个献供的时间不都10点多吗？那回想说对我们开法会啊献供的时间啊大概都在10点多。他老先生说那个时间啊献供是最恰当、最好的时间。那因为献供那个庙我们南部啊都盖庙，所以法会都在庙里面开。然后庙就像我们这样比较宽广，那个排班啊然后那个端供的，走路是要走那个有棱有角的啦。然后那个供因为在庙里面啊献供。供都比较这个大，供果比较大，比较重。所以假如说我们都全部没有接近这个献供的一些礼节啊，光那个端都端不稳啦。因为或许时常带人去开班，就被那些超持的点传师讲师啊。说你较早看到，你来端供，所以那个时候端供都是后学来端的，因为要抓到那个窍门，就是你两只手往底下压，那供不管多么重伊拢袂摇啦，你若空无稳，会跌倒。尤其我们南部假如说那个
西瓜的话，一个就很大。哦，啊，你端都不可能一次只有端一个了，都是2个。哦，你要跑出去的无法度行路啊，所以啊，那个时候或许就可以双手一夹，然后就走，走有棱有角，然后那个要给人接的时候啊，就会接很有棱有角，就是很顺的。只要你做久了，熟能生巧，后日啊，过去又个找你，过你来端果，就只要开法会有或许带演去端公一定都或许在端，所以那个时候啊，就一直在看那个讲师、点完师讲课还有那个仙佛来借窍就一直在钻研那个内容，所以从这个以前后天没有开始，就有心呢就是要追求我们最上的一个修持方法。那我们现在这个佛堂对这一些基本功都了解了以后，真的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刚也开始进入佛门，还有这个小虾米黑米一尾仔囝的所以一点点水就可以让它生存。可是你慢慢的长大，慢慢变成蛟龙。蛟龙的话，你那么一点点水没办法生活会死啊。所以你就要让它有生的地方可以容纳它可以研究。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已经接受道场的基本教练，都已经熟悉了，你就要再找往上一层更努力的那个方向努力的自己要求自我充实。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修到多久，有没有进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我刚开始求道的时候那个出发心都是很虔诚，而且发心很大，可是我越修执着越多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我到底是修的进步呢，还是退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这个晚上睡觉躺下来唉声叹气那方法一定错误，修了唔对啦，修到唔是安尼，愈修爱愈快乐愈欢喜说这么难得的这个道都已经得到了什么人生难得中华难生大道这个难遇名师难逢，这个你看都这么难，我们都不难了，都很容易，那怎么修起来还会唉声叹气呢修起来为什么都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舒坦一定要反问自己，觉得说方法错误方法不对了我们要知道这个要跟以往修正者那个呢讲的主讲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他不合道理的讲的话你不用听，没有罪的，他讲的道是符合道理是一个刚进道场而已，你也要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能自己极限一定呢要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前进这样呢我们就越修或许都讲，假如说你晚上睡觉是冬天盖着棉被都会偷笑，那个才正确了
你假如说翻来覆去啊，唉声叹气，错了，那个道一定修错。哦，所以越快乐啊，才能够成佛。唉声叹气可以成佛吗？可不可以？哎，没办法啦，你唉声叹气呀，人家要去要求你怎么样解决困难，你会跟他讲，我自己的困难都还没办法解决，你还来找我，走开走开，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呢，成什么道，成什么佛？那绝对啊，那别人说自己都不相信，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自己都不相信，所以啊，要了解到，道是大家的，是公的，公心一片，那才是确，所以我们要朝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只有我们走入真理世界，很宽广，都能够一下子看得懂，得正解脱，以度隐喻只有一看了就知道，都符合真理，我都超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已经超越所有对待。那我们在凡尘一切都是相对，都是对待的，没有绝对的，只有我们佛性本体是一个绝对，所以我们就要先呢建立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十足的相信，相信我们自己佛性本体，这样往后的力道才会发挥得出来，就有力，因为你是相信真理，真理给你力量，那真理的来源是你自己本身佛性所予的，所以那个来源就不予匮乏，不怕有缺陷，所以我们呢这个讲1个小时才讲4个字只有一了。